虔诚的听众，午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9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9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对头算倒来已经是解说甲第3节，就是解说甲自性其三身，发明成四谛。前面呢是讲甲自性其三身，即马说的呢就是要解说发明成四谛，不离见闻言，超然定佛地。五经为逆说，体性应无灭，莫学知究者，将日说菩提。即马应该呢要来解说这段道理。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智通的开示。在前面都讲有一位智通法师是寿州安丰的人。伊呢看灵溪经虽然是千外遍，但是呢未当互来体会三身四谛的道理。因此呢就来请慧能大师来甲伊开示，啥物叫做讲三身，啥物叫做讲做四谛。在前面慧能大师呢就甲伊讲，清净法身就是你的性，圆满报身就是你的谛，千百一化身就是行，就是以自性的体性、智慧以及甲自性的菩萨行来说明三身的道理。当时六祖慧能大师搁再讲自性是具足了三身，更加明白来说明讲，无论是法身、报身，或者是讲应化身拢都是自性中所具足，安尼名叫做讲做自性其三身。也下面讲发明成四谛，这个四谛呢，就是四种的智慧。这四种的智慧，就是大圆境谛、平等性谛、妙观察谛，以及甲成所作谛。这四项的智慧到底是对对来呢？乃是由转识所成。转识所成，也就是讲本来是一种的意识的妄想，也意识妄想一转呢，就变成了智慧的妙用。所以假如若是会当启发了自心的光明，就可以成为四谛。这就是对发明成四谛的这种的解说。不过发明成四谛也会使你甲你讲，你若是会当好来发明自性其三身的道理，安尼呢同款会当好来成就四谛。你会当好自己来体会你的清净法身之体，会当好呢来证到圆满报身之谛，搁再会当好将体来起用，来去教化众生。但是安尼也就是成就四种的智慧。所以这名叫做讲做发明呢，就成四谛。
也即个三身四谛的关系，以及甲八识转为智慧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在《顿悟入道要闻论》有伫问讲，转八识成四谛，缩四谛成三身，到底是几个识共同变成一个智慧？也其中的几个识是独变成一个智慧呢？在《顿悟入道要闻论》内底的回答呢，就是讲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啦，是共成成所作的，所以前五识所转的，就是成所作的，变成讲五个识共成一个智慧。第六识就是意识，第六识的意识呢，单独来成为妙观察谛。第七，这个七识呢，单独成为平等性谛。第八个这个含藏识就单独成为台湾经谛。这就是八识甲四谛的关系。至于这个三身甲四谛的关系台湾经谛是配于法身，平等性谛配在报身，妙观察谛甲成所作谛呢配在化身。因为要来教化众生做种种的变现，要有迄个妙观察的智慧，甲成所作的智慧。所以，这个妙观察谛甲成所作谛这呢偏于智慧的作用所讲。下面不离见闻言，悄然定佛地。不离见闻言，就是讲无离开了见闻的言，意思就是讲，虽然是自性其三身，发明成四谛，却呢无需要来离开迄个见闻的言。那这个见甲闻，就是目睭看，耳孔听。言呢，就是外言啦，就是讲无需要离开目睭看、耳孔听等等，或者是外言，会当好来悄然来定性定佛地，悄然呢，入去到佛的地步。这意思就是讲就在迄个见闻中。无离开到这个见闻的作用，就会当好来直接入去到佛的地步。若果讲一句较白话呢，就是讲咱发明四谛，这个四谛的作用呢，也是在咱日常的应用中。这个四谛的作用呢，并不是讲离开了咱世间的代志，该看也是看。该听也是听，不过在这个该看该听这个所在，看了煞去，听了煞去，无讲在迄个所看所听迄个所在，搁再甲伊停顿，搁再甲伊区分别。智慧甲意识的作用，只是有即款的分别而已。譬如讲，咱一个人行过百货公司。哇！看内底迄个见闻图可以讲是红花柳绿，五花十色。若是一个无想要买物件的人，对迄个物件无兴趣的人，安尼甲看过，安尼行过去，
根本呢，甲内心无一点仔关系，也就是讲看了也别去甲伊执着。那假如讲一个呢，真爱买物件啦，哇，看到遐内底一大堆物件，将咧骹就停了，骹就袂阁行去啊，就停掉了，就踮迄个所在啊，踮啊看到煞袂记哩啊。那迄个虽然是有看，但是呢，袂停掉咧，袂去互迄个看到物件去甲伊满伊心，这呢会使咧甲伊，譬如讲就是啊，智慧作用。迄个物件随时看咧呢，心肝就去扭去啦。迄就是譬如讲意识的作用。意识的作用就是看到倒位，分别到倒位，听到倒位，就是看解到倒位。有分别，有执着，有看解，这就是意识的作用。无分别，无执着，无看解，这就是智慧作用。智慧甲意识啊，分别就在这个所在。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佛法呢，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实用，并毋是叫你讲要修行，要了生死，就爱关门串户，爬去你甲迄个山顶尾流无人到的所在，并毋是安尼。你尽管你听，尽管你看，无离开着迄个见闻之言呐，会当互来超然啊，到甲迄个地步。六祖慧能大师的禅，若是互咱会晓来体会，实在是应用无穷。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并毋是讲要坐禅，就是爱在迄个蒲团顶念大坐，安尼才会当得到开悟。伊的禅的重要，乃是把迄个禅的功夫应用在日常，就是讲在日常行住坐卧、食饭、行路、做工课，这个中间呢来去体会到什么意义，在迄个所在呢来去回光返照，来去得到平心见性。下边讲五经为你说，提神应无别。五经为你说，就是讲我现在是呢来对你来说明，这是对智通讲啦，就是讲我慧能来对你智通来说明。体神应无别，这个体呢，就是体实，就是心实不虚的意思。这个神呢，就是讲无有其他的意念啦，就是讲你应该呢爱实在来去相信，永远呢唔通去迷去。讲木学地求者，将日说菩提。讲你唔通去学迄个地球者，这个地球就是讲向外来去走，这个地就是喷地就是走的意思。向外来去走，向外去求，你唔通去学这唔通去学迄个向外去追求的人。在前面我有因演奏达多的故事，甲咱讲个说明。这个演奏达多会头壳好好，但是呢，直直走直直找要找伊个头，这就是遮所讲的向外追求。头壳本来到底的身躯好好，要去找要对找啊，愈走愈远，就愈发光，就愈找无。这就是表示讲，咱的佛性本来就是在咱的身心之中，咱只要回光返照。会当后来一念回光，使咱这个烦恼脱落迄个所在，咱的自性就显现。你若向外来去追求，愈追求就愈袂着。所以在显密论上来讲追求灭佛啦，原来不得。讲你向外去找，要去找佛祖根本的互你找袂着。讲你唔通学着迄个向外追求的人将日呢来说这个菩提唔通自己家伫咧讲菩提，结果呢袂当得到菩提。意思就是讲唔通学着迄个向外追求，也无要向自性中来去求。若呢虽然是讲名去伫咧讲这个菩提究竟也无法度来得到这个菩提之道。
意思就是讲，毋通向我去追求，应该呢向来去回光返照，也那呢要来得到菩提啊，就无问题啦。下面通再客曰：四谛之义，可得文效。师曰：机会三心，辨明四谛，何经文义？若离三心，别谈四谛，此名有谛无心。即此有谛，凡圣无谛。后记曰：台湾经谛性清净，平等圣谛心无病，妙观察谛见非光，生所作谛当圆境，五八六七高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以转处不留情，凡心应处脑壳顶。这是慧能大师对地通的再开示啦。通再客曰，就是讲在前面，慧能大师已经对地通法师来开示咯。所开示就是属于三心的道理。因为对四谛的意义无了解，所以就再客曰。再客曰就是讲，搁再啊来启禀，就是讲搁再来请教，就安尼讲啦。讲四谛之义，可得文效。讲四谛的道理啊，是毋是会当好来听呢？意思就是讲，祖师你是毋是会当好对我开示四谛的道理呢？师曰：机会三心，辨明四谛，何经文义？慧能大师就该讲啦，讲你既然会当好体会三心啦，应该呢就会当好来明了四谛才对啊。那为什么就爱搁再来问呢？意思就是讲，既然你会当好来体会三心。也若咧对这个四谛的道理嘛当了解啦，对四谛的道理当了解，你根本就无需要搁再甲问。这正就是前面所讲的自性即三心啊，发明成四谛的意义。因为转八识成四谛，也缩四谛呢成三心。三心既然体会啦，就无迄个讲无明了四谛。所以才甲讲，何必搁再甲问呢？但呢，慧能大师呢，原来也是搁再甲说明，讲若离三心，别谈四谛啊，此名有谛无心。讲假若你若是离开这个三心，另外来谈四谛，这呢名叫做讲有谛无心。就变成讲有智慧啊，也无这个身躯。这个智慧甲身躯呢，若是要咱一个人讲起来啊，也会使你家当作讲一边是属于物质方面，一边是属于精神方面。因为既然叫做讲心，就是身躯，这个身躯应该就是一种有形象的物件。要咱人讲起来，咱人的精神到底是要寄托在什么所在啊？当然就是寄托在咱这个身躯，由这个身躯去表现出来。所以假如若是无这个身躯啦，变成讲有迄个精神啦，这个有迄个精神呢，变成无这个物质的身躯共款。才讲做。离开三心啦，另外来讲这个四谛咧，这名叫做讲做有谛无心。要咱一个人讲起来，物质精神，这拢是咱一个人要生存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咱一个人要生存在这个世间，你有这个肉体，但是呢，你若是无精神啊。结果呢，你这个肉体啊，毋是叫做讲活人。你若敢若有这个精神，你无有这个肉体呢，你这精神是要
表现在什么所在？在什么所在当表现出来？精神这是你看袂到的物件。一个人聪明，或者是愚痴，就是讲智慧也是愚痴啊。结果呢，嘛是将你这个身躯的动作中，甲你表现出来。所以这两项呢，必须要配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四谛甲三身这本来呢，就是要配合的物件。讲即处有谛呢，凡成无谛。讲假如若是安尼这个智慧就安那变成是无迄个智慧共款。即摆呢，用个做一间厝的譬如来说明，这个四谛就敢若像要起一间厝的材料。这个三身呢，譬如讲是一间厝。你若是讲离开三身，另外来谈这个四谛，就等于讲离开这个厝只有来讲迄个材料。你这个材料讲来讲去，这个材料无来起一间厝，你讲这个材料是要创啥物呢？变成讲有材料无一间厝，安尼呢？这个材料，那是甲无材料是同款的意思。这是譬如啦，将这个譬如，咱来去甲体会。下面后记曰：台湾境地性清净，平等性地心不平。四谛就是台湾境地、平等性地、妙观察地、性所作地。慧能大师讲，台湾境地呢是性清净。自性清净，名叫做台湾境地。慧海大师来讲达然空寂，完明不动就是台湾境地。就是讲咱的心咱的心的本体是淡然空寂，淡然而不生不变，完明而不动摇。这名叫做台湾境地。在三藏法说内底，伫咧解说这个台湾境地就是讲如来真实的智慧伊的本性清净，离开了种种的尘染，可以讲就是内外透彻。无一个黑暗的所在无去照着。就是讲，凡是黑暗的所在，拢去照着。摕一个譬如，敢若像一个真正大、真正圆迄个镜，内底呢会当好照迄个万物，拢照甲真清楚共款啦。所以名叫做台湾境地。这个台湾境，就是讲一个真正大，搁再真正圆的迄个镜。甲恁讲，这个镜又搁大又搁圆。也该挂在迄个真正悬的所在，也这个镜会当好照去真远。无论是外远的景色呢，拢会映入在这个镜内底。这正正就是说明讲，佛的智慧呢，广大无边非常的圆满。因为是广大无边，非常的圆满所以就会当互来照料一切。不过，这个台湾境地应该呢是用智慧的本体所讲，由八识所转的台湾境地。既然是讲这个识就是有一个量，也智慧呢就是无一个量，将迄个有量的八识，就是讲有限量的八识来转为无可限量的迄个智慧，就变成一个广大圆满的智慧。这个广大圆满的智慧的本体就会当发生了伊的妙用。像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啦，或者是讲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当好
来运用身口意三轮不思议妙用来去教化众生呢？当然啦，只有是有证到台湾经地本体，才会当发生这款的妙用。注意听先听众，就请咱过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